来看财政部推动囤房税2.0，传出讲要甲建商的保留户2档内税要调悬到2%，超过2档上悬要调到4.8%。万讲鼓励建商赶紧甲厝卖掉。也毋过有中人是表示讲，税的成本有可能会加伫厝价内底敢有可能会互厝价落价，这爱去观察。财政部推出的囤房税2.0，目前已经伫有个定数当中继续收集各方意见。2.0方案当中，将建商持有待销售房屋年限伫2年以内法定税率条款，为即卖1.5%调悬到2%，超过2年过期无卖出去的厝，适用毋是家己住的主体用房屋税率2%到4.8%。把建商以前可能囤在手上的这个房子呢，逼到市场上去，供给量增大化，那么对这个房价的往下压是可能会有帮助的。建商表示，新措施大大减少压力，尤其疫情了后欠料欠工，营造成本提悬，恐惊有真侪建商挡袂牢。未来市场顶悬会存规模较大的大型建商。检视各地方政府目前建商宽限期限，以台北市上底只有1.5年，税率2%；桃园、台中、台南、高雄，甲新竹县市是宽限3年，税率无同。财政部表示，为何地方政府定差别税率有依据，即摆明定地方政府爱参考财政部公告基准定出，而且基准的户数加税率结构目前还未定限。市场趋势往上，那我们会认为有很多的业者或许会把这些囤房的成本把它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那也会造成购屋人的压力。另外，厝价是不是因为较济村的厝释出，可能有松动机会？房仲表示，若建商考虑税率成本贴到未计算，厝价要下修就未这么乐观。后续也是看立法院的审议结果，佮观察房市的变动。记者综合报道。